一些问题，或者是像说我们做父母的非常单纯，都觉得这孩子的成绩好是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读好学校，他以后才有好的出路，那以后他的职业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基于这个原因，所以这段时间他必须好好的念书，甚至教会也不用来也没关系，或是跟别人也不用互动，你下完课马上就回来，马上就坐下来读书就对了。我一定要我的孩子读到好的学校，他一定要好好的认真读书，才有办法从我想要就进到的我一定要的情形。或是我们当父母的，我们在上班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的事业要成功，我们也是会觉得有时候我的事业要成功的时候，自己在打拼，或者是上司如何能够看重我，为了要让上司能够看重我的话，甚至我们可能会践踏别人都可能。像这种情形呢，我们就开始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情形，我们就常常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。这恶性循环就是说，越想要的时候，越觉得我自己是配得的，越觉得自己是有权利应该得到的，然后就越觉得我得不到的话，便会不快乐，便会没有安全感。当想要强烈变成是一定要的时候，即使它原来是没有错的，但因为它已经开始控制我们的思想跟行为，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了。偶像的定义是这样：偶像乃是除了上帝以外，我们赖以得到幸福、满足跟安全的东西。这边有好几个经节，我们可以回去看。我只讲以弗所书第5章第4节说：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，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说：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这边告诉我们，除了上帝以外，你觉得他是让你觉得很幸福，让他很有满足、很有安全感呢？其实那就是你的偶像了。偶像可能是我们马丁路德他曾经说，当我们寻求别的东西，或者我们从心里面信靠某一项的对象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将心托付给哪一个对象，其实那个就成为你的神了。那个是你眼睛看得到、摸得到、感觉得到的。神好像远在很远的地方，所以你并没有真正的去感觉到。我们可以想想看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？我们虽然有信心，虽然我们理论上我们都讲说，我相信，我有信心，我觉得神是值得我去相信他的，但是我们却常常也去允许其他的事物来辖制着我们。在列王记下第17章第41节这样说：如此，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，又侍奉他们的偶像，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，效法他们的祖宗，直到今日。我们人常常也是跟这样，理论上没有错，我也知道我一定要相信神，要有信心，但是我们却常常同时有一些的偶像存在我们中间，就像以色列一样，我们跟以色列人并没有两样我们常常也是陷入同样的情形。偶像可能是产生自这好的欲望，但是也可能是产生自这个邪恶的欲望。问题往往不是因为我们要什么，而是讲我们要的太多了，最后就转化成为这样必须被满足的一定要。我们下面有几个问题呢，你可以自问自己，你可以概略知道你是否原来是好的想要，就已经转化成了不道德的一定要。第一个问题是：只要怎样怎样怎样，我就会幸福、快乐、有安全。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？你觉得只要我在公司里面被老板赏识我就未来的道路就非常的光明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一切的希望，我一切的幸福，一切快乐、安全，都是寄望在这件事情。我的先生要是能够像某位先生一样的话，我就能够幸福、快乐、安全。我的太太要是能像哪一位太太，每次都打扮的花枝招展，然后回来都是笑容对着我的话，我就非常的幸福、快乐、安全。你要是这种问题的时候，已经有怎样开始进入到一个一定要的情形了。
我是不是会要不计一切代价要去为了要争取什么东西嘛？那就会成为你的偶像。当什么事情没有被满足的时候，我是否已经感到灰心、挫折、焦虑、悔恨、苦毒，甚至郁卒了？你要是有这样的时候呢，都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已经快变成你的偶像了。我们常会用"那是我应该得的"或"这是上帝的命定"来合理化甚至圣化我们的欲望，特别是在教会里面，这种事情更容易发生。因为我们都是从上帝领受他的旨意来的，我们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啊！上帝明明让我这样知道，上帝明明告诉我是这样子啊，这是我应得的，这是上帝的命定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有100%这个纯全的心，所以不能因为这样讲，就所以我没有办法那因为我不是完美的人啊。这不能当作我们的这个借口，因为可以用一个方法来想：若是以上帝为中心，这是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，你应该会呈现出怎样？上帝管教过的特质。他的特质有什么？在诗篇103篇第8节这样说：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。你发现到那个事情有上帝的恩典，有上帝的怜悯在吗？有丰盛的慈爱在吗？要是有的话呢，应该不会有人受伤才对。因为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个上帝。有时候管教还是需要的，但要被爱跟温柔所包裹起来，就不会留下不饶恕跟苦毒的这影响。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说：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犯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没有错，我们是要劝告别人，但是呢，自己也不要陷入同样的这种情形之下。当我们一个爱 desire 和渴望要得到之后，然后进到一个我一定要，这是我合法的，我应该要得到的，就像我本来就是配得啊。要是得不到怎么办？我们就进到第3个阶段，我论断。论断的英文名字是 I judge， 就是当法官那个 judge 一样哈。它里面是告诉我们说 ，judge 原来意思是说我是审判的，已经在审判了。所以它代表是这样，法官跟我们有没有？你觉得他有同样的地位吗？他听一听以后，他就判断下来，让你什么机会都没有。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。当我想要，我一定要的时候，我得不到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当法官一样，我就论断了。结果是这样，因为你的原因，所以让我得不到了。有类似这样情形就开始发生。偶像崇拜的一定要，往往会使我们在言辞上或是心理上开始去论断了别人，因为我得不到了，我就觉得这是别人的错，都是别人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开始拜。但是我们用批评、挑剔、抱怨、责怪来论断别人，其实你就是在扮演着上帝。因为在雅各书第4章第12节说：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位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我们要非常小心。我们常常去论断别人的话，不知道真正的情形，就直接讲别人是怎样的话，其实我们是在扮演着上帝，而且是跟撒旦没有两样。在雅各书第3章第14节到第15节这样说：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，是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并不是我们不能劝别人，不能讲别人，而是你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？你是怀着苦毒、怀着嫉妒的这种怀着纷争来讲这些话的话，你就已经抵挡到真道了。这不是从神而来的，乃是从魔鬼、从情欲而来的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用爱心、温柔去纠正别人，去挽回。所以不是不能讲别人的。就刚才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，有人偶尔犯错的话，你要去把温柔挽回来。所以还是在用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？因为态度不对，我们就变为是论断。所以论断有一些特征在什么地方？
论断的声音告诉我有优越感，看我是对的，只有你是错的，所以我会这样子的一直讲你。然后这样，我是怀恨的，我用责怪的话，不是用建议的话，我用苦毒的话，非常怨恨，然后还会常常会推断他人的动机，这点我觉得很严重。别人没有这样子想法，但是你推论断定他就是这样，而且一定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把他论断下去了，当法官把他审判下去了。而且我们跟哪一个人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，这样我们期待就越多，我们就越可能论断他们，因为你对他的期待太多了。这个期待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，但是你若不小心的话，这些期待就变成我们论断别人的标准了。这是我们的标准，但是你要别人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，达不到你就开始去论断他了。我相信我们对小孩子的时候，常常也会这样子。我们小孩子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。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告诉说，你怎么不能跟你的哥哥一样，怎么不能跟你的姐姐一样呢？他原来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啊，为什么要他们一样呢？难道你对上帝的创造有疑问吗？上帝原来就是创造他们两个不一样的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在。我们要问的是说，你尽力了吗？而不是你要达到别人的标准。当我们有这种错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常常会给一个不同的标准。我们期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些达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会论断起来了。这是第三个步骤，我们从我想要 I desire 变成 I demand， 这是这样，我一定要的，这是我应得的，不能得到怎么办？我开始审判 I judge， 我论断别人。最后一个是怎样？我要开始这样是惩罚 I punish。punish 呢是一种严厉的对待，使对方能够会痛苦，有痛苦的感觉在 I punish。我开始要惩罚了。惩罚呢，用什么惩罚呢？我们的要求，我们期待没有被满足，无论是有意无意的人，我们会找方法去伤害或惩罚对方，好叫对方屈从我们的欲望。我们论断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想办法，既然我得不到，那我也就让你得不到吧，或我要在某一方面也让你尝到类似的这种痛苦在，这个东西就一直在我们心中开始孕育起来了。这惩罚有什么方式呢？这边讲了很多的方式，其实比这些还更多了。这边讲说有这样，不给脸色看，不说话，说话刻薄、冷淡、冷嘲热讽，然后怎样施暴、性虐待，不愿与人亲密，避免身体的接触，拒绝正视对方，甚至放弃关系。课本里面讲的更多，包括有谋杀都可能，找茬、不友善。很多都是这样，用嘴巴开始用这种很毒的话都已经出来了。这些惩罚的一些方法，所以说你只要想说我没有去惩罚别人了，你随便看一看，这中间一定有哪一样我们曾经这样子的做过了。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3节告诉我们说，不论你用哪一种方法惩罚对方，不论是用哪一种方式，都是一种警讯，告诉我们某种上帝以外的东西正在辖制着我们的心。不要忘了，偶像的形成是因为我想要，然后进一步越来越觉得这是我该得的，就变成我一定要，要不到我就不甘心了，因为这是我配得的。真的要不到的话，我就开始这样，开始论断起来，开始当审判官了。这是我该得的，为什么不得？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他，原来是谁的原因？都不是自己。论断之后就进到怎样？好，我既然得不到，那你也别想吧。我就开始用很多种方法来惩罚了。我们的偶像就是这样子产生的，我们冲突就是因为这样子而产生的。你会觉得说我们没有什么偶像，你想想看，上帝在你心中你是如何对待他呢？你对待偶像也是同样的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上帝跟偶像有什么不一样？有绿色这个字呢，是因为我们周报里面呢漏掉这个字，请我们把它加上去。若某项事物成为你的偶像，则你对他以对上帝的态度应该是相同的，也就是你会爱这个上帝，你会惧怕上帝，你会信靠上帝。
你对那个偶像，你会觉得你也是喜爱他、渴望他，